唔住下啲鄉區小鎮都唔會相信啲山卡拉嘅阿伯都會金屋藏嬌嘅喎，一路都以為金屋藏嬌係城市富豪嘅專利，金碧輝煌嘅靚屋，住個靚女，有番狗，有靚車，有工人。我依家先知道，原來我真係見識少啊！鄉區嘅阿伯求其俾間屋你住，好奀嘅生活費。就好似養雀咁，擺個女人喺個雀籠，做個籠中鳥，同佢一齊有飯食飯，有粥食粥。不過坦白講，如果係年青貌美嘅，邊會俾你當狗咁韞住啊？人哋城市嘅情婦日日精彩，身光頸靚，得罪講句，依家嗰啲外籍嘅女人呢，都要求好高㗎。阿伯年紀大咗，真係同家人多啲，愛家人多啲，否則到時病臥床，冇人會睇你㗎。有時真係拗晒頭，點解嗰啲男人都會臨老入花叢嘅？有一個78歲嘅阿伯，竟然為咗一個只係識咗15日嘅女人，同啲仔女反晒面，仲斷絕咗關係喎。明明就係兒孫滿堂享清福㗎嘛，你可以理解嘛？